全台西来安丹都西亚做头前开启老步连宫以及北部连宫性价随后，来到台湾手庙天坛建调民生。在1915年发生西来安事件以后，全国为服侍5号大帝北部堂当中牛、雷、王三部神尊被日本人损坏，别方想要重新雕塑金身，爱等待时机。张忠老师着5部嘛吼，啊，搁有牛部、王部，啊，搁雷部。伫民国35年的时阵吼，他就有一个匾额，一个玉子，迄个北部堂的名字出来。但是即马过100年后，伊个感觉讲啊，这历史有需要去甲复原，姓名嘛有指示，哦，后尾要跋杯拢确认哦 OK。北部堂伫100年后，搁再组织相当难得，开工设景会当讲是充满历史意义。除了前往西来安100年前的旧庙地翕相留念以外，要到民生路的100年面包店，这是西来安事件的主角之一牛年街老厝。相传伫过身后，军队主神老主公修行后来成神。八月时阵就看阮阿公，迄当时我叫阿公，即马伊是单独司啦，哦，伊伫迄个老主公的部位底下做服务。单独司本身伊就是全台西南诶，因在护乱嘛，伊是护乱呐，啊护乱参与清风当中落阵，因大家对着抗日这件代志拢有共识啊。西来安事件主角伊清风就是胡乱其身，当时伊心意号召抗日，引起日本人费心报复。如今北部堂重现灭方基台摧毁过去的公营，嘛互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故事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